糊裏糊塗咁，我3年嘅大學生活不知不覺就咁過去咗啦。今日畢業之前最後一次喺中山街嗰度行，感覺上就好似生離死別咁，睇住四周圍嘅師弟師妹，俾人一種歡天喜地興奮嘅感覺。暑假同畢業都嚟緊啦，難怪歡欣嘅氣氛周圍都有啦。旁邊嘅大樹影子落喺我嘅身上邊，仲夏嘅炎熱令我頭頂冒汗。此刻我嘅心情係沉重嘅，一路行，我趕住去交我嘅 project management assignment。考試之後我已經3日3夜冇瞓覺啦，連續3晚開夜車，只怪自己任性嘅習慣改唔到啦。考試完咗之後第一晚就用咗1個通宵打爆咗《仙劍奇俠傳》。喺《仙劍奇俠傳》裏邊，李逍遙為咗救趙靈兒同林月如勇闖妖怪塔，最後趙靈兒生咗個仔就犧牲自己，而林月如就變咗冇靈魂嘅傀儡。唉，而家喺我嘅腦海裏邊仲陶醉緊《仙劍奇俠傳》趙靈兒嘅溫柔同埋林月如嘅任性，呢種可歌可泣嘅動人愛情故事實在蕩氣迴腸，教人垂淚。但係玩呢個遊戲確實耽誤咗我做功課嘅進度，遲咗成個禮拜先交呢個功課，每日要扣5分，咁樣計而家已經扣咗35分啦。好彩我哋大學嘅計分制仲係計 grade， 唔係計 GPA 嘅。Project Management 呢一科我只要合格，大學畢業就應該冇問題㗎啦。但係我內心嘅深處難免都係覺得有啲無奈。我真係好難接受我大學嘅日子就咁就完啦。或者正係因為咁樣，我要揾啲嘢麻醉自己，不斷打機啦。我嘅內心裏邊由始至終都係記住一個昔日對自己許下嘅一個好重要嘅承諾。呢個承諾導致我考試期間根本溫書嗰陣時都裝唔到任何溫習嘅筆記裏邊嘅嘢，嚴重咁影響我今次考試嘅表現。唉，咁樣諗翻，今次考試成績都可能凶多吉少。冇幾耐之後，行下，已經行到去 Nose Building。將大學最後一個功課擠入功課箱裏邊，大學嘅日子就正式結束啦，冇啦，一切都完啦。記憶係一種好奇怪嘅東西，有陣時想記嘅嘢又記唔到，但係想唔記得嘅，但係又整嚟整去都整唔走。其實入大學之前對自己一個承諾早應該拋諸腦後啦，點可能而家仲係諗住佢，令我嘅內心隱隱作痛啊！突然間眼前一副熟悉嘅面孔迎面而來，同我打招呼。原來係我同學老死 Louis。